达摩大师破相论，伊州华严寺沙门释中敬好客。问曰：若学有人地求佛道者，当修何法最为胜要？答曰：为观心一法，总摄诸法，最为胜要。问曰：何一法能摄诸法？答曰：心者万法之根本，一切诸法为心所生。若能了心，即万法具备。犹如大树，所有枝条及诸花果，皆悉依根。栽树者，存根离树生子；发树者，弃根离彼树。若了心受道，即消力离益成；不了心离受，费功离无益。故知一切善恶，皆由自心。心外别求，将无是处。问曰：云何观心称之为了？答：菩萨摩诃萨行深法力波罗蜜多时，了四大五阴本空无我，了见自心起用，有二种差别：一者净心，二者念心。此二种心法，亦自然本来具有，随假缘合，互相因带。净心行乐善因，念体上思恶业。若不受所念，即称之为圣。若能远离诸苦，证涅槃乐。若对念心造业受其颠覆，即名之为凡。沉沦三界，受种种苦，何以故？犹比念心将真如体故。十地经云：众生心中有金刚佛性，犹如日轮，体明圆满，广大无边。即为五阴中魂所覆，如便来长光，不能显现。又涅槃经云：一切众生悉有佛性，无明覆故，不得解脱。佛性者，即觉性也。但自觉觉他，觉知明了，即名解脱。故知一切诸善，以觉为根，因其觉根，遂能显现诸功德树，涅槃之果德。因此而成，如是观心，可名为了。问详说真如佛性，一切功德，因觉为根，未信无明之心，以何为根？答：无明之心，虽有84000烦恼情欲，及恒河三种恶，皆因三毒以为根本。其三毒者，贪嗔痴是也。此三毒心，自能具足一切诸恶。犹如大树，根虽是一，所生其叶其数无边。彼三毒根一根中，生诸恶业100,000万亿，倍过于前，不可为如。如是三毒心，以本体中应现六根，亦名六尘，即六识也。
由此绿色出入资金，贪着万境，灵生恶业，将真如体故名六尘。一切众生由此三毒六尘，扰乱身心，沉没生死，轮回六处，受自苦恼。犹如江河饮小泉源，逆流不绝，乃能弥漫，波涛万里。若复有人断其本源，即将流解释，解救解脱者，能转三毒为三聚净界，转六尘为六波罗蜜，自然远离一切诸苦。问：六处三界广大无边，若为观心，何由免无穷之苦？答：三界业报为心所生，本欲无心，于三界中即出三界。其三界者，即三毒也。贪为欲界，嗔为色界，痴为无色界，故名三界。由此三毒，造业轻重，受报不同，分归六处，故名六处。问：分何轻重分之为六？答曰：众生不了正因，未信受善，未免三界，生三轻处。分何三轻处？所谓未修实善，妄求快乐，未免贪界，生于天处。未持五戒，妄起爱憎，未免侵戒，生于灵处；未着有为，信邪求福，未免持戒，生阿修罗处。如是三类，名三轻处。分何三重？所谓将三毒心为造恶业，对三重处。欲贪业重者，对五鬼处；嗔业重者，对地狱处；痴业重者，对特生处。如是三重，同情三轻，随成六处。故知一切苦业由自心生，但能摄心离诸邪恶，三界六处轮回之苦，自然消灭离苦，即得解脱。问：如佛所说，我以三大阿僧祇劫，无量勤苦，方成佛道。分何今说为止观心这三毒，即名解脱？答：佛所说言无虚妄也。阿僧祇劫者，即三毒心也。何言阿僧祇含名不可数？此三毒心，于中有形沙恶念，于一一念中皆为一劫。如是形沙不可数也。故言三大阿僧祇真如之性，即彼三毒之所惑界。若不超彼三毒，三大形沙毒恶之心，分何名为解脱？今若能转贪嗔痴等三毒心为三解脱，实即名为得度三大阿僧祇劫。末世众生以此顿见，不解如来三大阿僧祇秘密之说。虽然成佛定劫
未期，其不宜我行人退菩提道。问菩萨摩诃萨有持三句正戒，行六波罗蜜，方成佛道。今令学者为之关心，不修戒行，云何成佛？答：三句正戒者，即这三毒心也。这三毒成无量善故，故者慧也。无量善法普惠于心，故名三句正戒。六波罗蜜者，即正六根也。乌名波罗蜜，汉名达彼岸。以六根清净，不染六尘，即是度烦恼河。自菩提花，故名六波罗蜜。问如见所说三句正戒者，誓断一切恶，誓修一切善，誓度一切众生。今者为言这三毒心，其不闻义有怪也。答：佛所说是真实义。菩萨摩诃萨以过去因中修行时，为对三毒发三誓愿，持一切正戒。对于贪毒，誓断一切恶，常修一切善；对于嗔毒，誓度一切众生，故常修慧；对于痴毒，又持如是戒定慧等三种正法，故能超彼三毒成佛道也。诸恶消灭，名为断。以能持三句正戒，即自身具足，名之为修。以能断恶修善，即万行成就，自他其利，普济群生，故名解脱。即知所修戒行不离于心，若自心清净，即一切佛道皆悉清净。故经云：心过即众生过，心净即众生净。欲得佛道，当净其心，随其心净，即佛道净也。三句正戒，自然成就。问曰：如见所说六波罗蜜者，亦名六道。所谓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今言六根清净，名波罗蜜者。若为通会有六道者，其意如何？答：欲修六道，当净六根，先降六尘，能舍眼尘，离诸色境，名为布施。能禁泥尘，以避声尘，不能障业，名为持戒。能伏遍刹，定住享受，自在调柔，名为忍辱。能自考察，不贪滋味，赞咏讲说，名为精进。能学心察，以诸触欲，暂然不动，名为禅定。能调意察，不顺无明，常修觉慧，名为智慧。六道者，云也。六波罗蜜，有欲尽法，
灵运众生，达于彼岸，故名六道。问经云：释迦如来为菩萨时，残饮三斗六生年味，方成佛道。先因因念后证佛果，岂为观心得解脱也？答：成佛如此，言无希望也。必因习女，连续成佛。言习女者有二种：佛所习者，非是世间不净之女，乃是清净法女。三斗者，三具境界；六生者，六波罗蜜。成佛道时，犹是如是清净法女，方证佛果。若言如来习于世间，和合不净，如三千铃，岂不妨误之心？真如者，自是金刚不坏，无漏法心，应离世间一切诸苦。其事如是不净之令，以充其壳。经所说，其余不在高原，不在下习，不习国脉康夫，不依如东群。其余身做紫毛金色，言愚者，比如舍那佛也，以大慈悲怜悯一切，故于清净法体中，出如是三具境界，六波罗蜜，美妙法女，拥有一切求解脱者。如是真正之如，清净之令，非但如来应自成道，一切众生若能应者，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问经中所说，佛令众生修造伽蓝，著舍形象，烧香散花，燃灯，昼夜六时，鸟踏行道，持斋礼拜，种种功德，皆成佛道。若为观心总摄诸行，说如是事，应虚空也。答：佛所说经，有无量方便，以一切众生顿根协力，不误甚深之意，所以假有为，有无为。若复不修内行，为之求，为之外求，希望获福，无有是处。言伽蓝者，西国梵语，此土方为清净地也。若应读三毒，相净六根，身心湛然，内外清净，是名受伽蓝。著舍形象者，即是一切众生求佛道也。所谓修诸各行，方像如来真容妙相，岂肯著舍金铜之所造也？是故求解脱者，以身为炉，以法为火，以智慧为
考状，三句正解略破罗蜜，以为无用。龙年心中真如佛性，遍入一切戒律魔中。如教奉行，一无漏缺，自然成就真容之相。所谓究竟，常住微妙色身，非是有为败坏之法。若人求道，不解如是独写真容，凭何即言功德？烧香者，亦非世间有相之香，乃是无为正法之香也。分诸草秽，无明恶业，悉令消灭。其正法香者，有其五种：一者戒香，所谓能断诸恶，能修诸善；二者定香，所谓亲心大圣，心无退转；三者慧香，所谓常以身心内自观察；四者解脱香，所谓能断一切无明结縛；五者解脱知见香，所谓观照常明，通达无碍。如是五种香，名为最上之香，世间无比。佛在世日，令诸弟子以智慧火，烧如是无价珍香，供养十方诸佛。今时众生不解如来真实之义，唯将外火烧世间沉淡纷略执疑之香，希望福报分何得？散花者义亦如是。所谓常说正法，诸功德花，饶益有情，散瞻一切，以真如性，普施庄严。此功德花，佛所赞叹，究竟常住，无雕罗旗。若复有人散如是花，获无量，获福无量。若言如来令众生加载赞采，上顺草木，以为散花，无有是处。所以者何？此正解者，以诸天地，侵罗万象，不能触发。误犯者，有害大罪；空福今者，故毁正解。伤万物求于福报，欲益还损，其有是何？有中明顶者，即净觉心也。以觉明了，于智为定，是故一切求解脱者。以心为定台，心为定柱，正诸戒行，以为添油。智慧明达，如灯火，如是真正觉定，照破一切无明痴暗，能以此法转向开示，即是一定明白清定，一定肃然，然定无尽，故号中明。过去有佛，明月能定，义亦如是。以此众生不会如来方便之说，专行希望，
执着有为，虽然世间所有之丁，依照空色乃称以教，其不别乎？所以才好，佛奉民间一毫上供，上能照万8000世界。其价如是所有之丁，以为利益，心插事理，应不然乎？有律时行道者，所谓律根之中，以一切时常行佛道，修诸各行，调伏律根，众时不舍，名为律时。绕他行道者，他是身心也，当令各会顺了身心，念念不停，名为绕他。过去诸圣皆行此道，得至涅槃。今是世人不会处理，暂不内行，为着外求，将这执心绕世间他，日夜走故，多自疲劳，利益真性，一无利益。有痴哉者，当须会意，不达事理，多逆虚切，哉者奇也。所谓斋正身心，不能散乱，此者何也？所谓自戒行，如法护持，必须外境律情，乃至三毒，勤觉察，净身心，了如是义，名为持斋。有持斋者，十有五种。一者法喜习，所谓以持正法，欢喜奉行；二者禅悦习，所谓内外定集，身心悦乐；三者念习，所谓常念诸佛，心口相应；四者愿习，所谓行诸造恶，相求善愿；五者解脱习，所谓心常清净，不念俗尘；此五种习，名为斋习。若复有人不习如是五种净习，自言持斋，无有是处。为断义无明之习，欲执触者，名为破斋。若有破，分合合福，世有迷人，不悟事理，身心放逸，诸恶皆为。贪欲诸情，不生惭愧，为断外失，自为持斋，必无是事。有礼拜者，当如是法也，必须理体内明，思随宽辩，理有行踪，会如是义，乃名依法。夫礼者敬也，拜者福也。所谓恭敬真诚，屈服无明，名为礼拜。若能恶情隐灭，善业行尽，虽不现相，名为礼拜。其上即法相也。世尊若令世俗表现下心，亦为礼拜。故须屈服外心，事内恭敬，己外明内，善相相应。若复不行礼法，
为夺外求，乃者放纵侵痴，常为恶业。我则空劳身上，乍现为夷，无惭以性，多功于还，不免轮回，起成功德。问如实经说，世欲众生，后福无量，此即并于事法，功德殊成。若为关心，可相应乎？答：世欲众生者，非世间有为事也。世尊当年为诸弟子说温习经，欲能受持世欲之法，故教世事。比如经中温说七事供养功德，其七事分合：一者净水，二者烧火，三者走道，四者用机，五者净火，六者所克，七者来依。依此七法，有于七事，一切众生由此七法，沐浴庄严，能度独心无明故废。依七法者，一者为净解适当占慧，犹如净水得诸定果；二者智慧观察内外，犹如燃火能温净水；三者分别减去诸恶，犹如走道能净过念；四者真实断诸妄想，如步扬机能净口气；五者正信决定无疑，犹如净火无心能辟诸方；六者为柔和忍辱，犹如所克通润皮肤；七者为暂开毁诸恶业，犹如来依热手行礼。如上七法，是经中秘密之义。如来当年为诸大乘利根者说，非为小弟下劣凡夫，所以今人无能解悟其温习者，即生死也。所以燃智慧火，温净解汤，沐浴心中，真如佛性。受持七法，依诸庄严。当年比丘聪明上智，解悟圣义，如说修行，功德成就，故顶圣果。今时众生目测其事，将世间水洗执爱心，自谓已经，岂非误也？请真如佛性，非是凡行，烦恼尘垢，本来无相，岂可将执爱水洗无为心？事不相应，分何误道？若欲心得净者，当观其心，本因贪欲不净所生，臭秽并田内外充满。若也世出心求于净者，
坎坎正风静，以此言之，明知世外非佛说也。问经说言自心念佛，必得往生西方净土。以此一门，即应成佛。何假关心求以解脱？答：夫念佛者，当思正念，了义为正，不了义为邪。正念必得往生，邪念分毫达彼。佛者觉也，所谓觉察身心，不令其恶；念者益也，所谓益持戒行不忘。精进勤了，如是义名为念。故知念在于心，不在于言。因缘求义，得其忘传；因言求义，得义忘言。见称念佛之名，殊知念佛之道。六心无实，口诵空明。三毒乃真，人我添益，将无明心不见佛。多年费工，请如诵之以念，义理现事，在口越诵，在心越念。故知念从心起，名为觉行之门。诵在口中，即是音声之相。得上求理，终无是处。故知过去诸圣所修，皆非外说，为之推心。即心是众生之源，即心为万德之王。涅槃为乐，由失心生，三界轮回，亦从心起。心是一切之门户，心是解脱之门径。知门户者，其如难成；知观真者，何忧不达？切见真实浅识，唯知事上为公。光辉财宝，道上坠落，妄言像塔。虚触灵夫，寂寞忝年。多称为力，勤心尽力。顺己袂他，未解暂愧，何情觉知？见有为，即勤爱着；说无属，即如迷。请贪现世之小资，积觉当来之大苦。处自修学，多自疲劳。背正归邪，空言谼惑。但能摄心内照，觉观外明。绝三毒，因事消亡。必六察，不能侵了。自能行沙功德，种种庄严。无数法门，一一成就。超凡正性，目极非遥。我在思迷，何烦好修？真门幽密，宁可其尘。摄事观心，常其消分。理说既言，我本求心，心自持。求心不得，持心知。
佛性不将心外得，心生便是罪生时。我本求心不求佛，了知三界空无物。欲欲求佛，但求心，知即心，心心是佛。